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2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胡适三大指数都收涨。7月28号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截至收盘，沪指涨0.12%，收在3600点以下，略微欠了那么一点。深成指数涨了0.44%，收报11217点，创业板指数涨了0.96%，沪深两市成交量1.74万亿，比上个交易日也少了500亿，成交量是逐步萎缩啊。两市涨跌家数是差不多的，这个2700家上涨，2000多家下跌，指数全天都是窄幅震荡整理走势。由于成交量的萎缩，交投不是那么活跃，部分资金选择离场观望，也凸显出在3600点这个关口，无论是资金还是机构都小心翼翼。上证指数这几个月确实是一个慢牛走势，4个月悄悄的涨了600个点，尤其是最近1个月量价配合还像那么回事，向上突破还伴随着放量，所以看上去很像是个牛市，是个慢牛走势。但是这个顶多算一个叫指数牛，而且我认为也是个暂时的，随时都有可能塌下来。我一直说，这就相当于在沙滩上建高楼，前面3层4层，别管它建得多漂亮，建得多宏伟，再这么建下去，后面一定会很精彩，轰然倒塌。即便现在这个4个月涨了将近600点，但是很多金融消费者并没有赚到钱，尤其是做短线的，恐怕还在亏钱啊。但是不要紧，既然是指数显得在走牛，很多机构就开始喊多了。这个高盛开始上调民盛中国指数目标点位，高盛看好中国股市。高盛策略师在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将民盛中国指数12个月目标点位从85点上调至90点，这意味着该指数较上周五收盘价有11%的上涨空间。策略师表示，利好因素包括贸易前景改善、市场流动性支持等。高盛就再次看好胡适，看好中国股市，上调目标价位。但是高盛毕竟是高盛，步子还是小了一点，胆子还是小了一点，跟国内的机构相比，格局太低。7月27日，近期中国资产被国内外机构纷纷看好，最为疯狂的还是内地的机构。神农投资私募创始人陈宇认为，现在不上车，后悔30年，再不上车来不及了，往后30年你的后悔。信正策略全球首席张一东认为， A 股突破前高不难，港股下半年还会创年内新高。联华资产管理首席投资官表示，当前恒指技术图形非常牛气，他认为港股再涨10%到28000点甚至以上不是难事。他表示，现在有仓位就拿住，在 A 股3500点的时候，前4000点，美女分析师唐军发朋友圈振臂高呼，我觉得上证指数可以到1万点，中国实在太棒了。7月25日，市场传出申万宏源策略看沪市到8000点，这是怎么回事呢？7月26日，有网友说，其在深圳某酒店看到有公募开中期会议，对 A 股疯狂打 call。根据该公募的这个展示的 PPT 看，横批是史无前例的大牛市，乘风破浪迎泰来。这个 PPT 内容的标题是仰望牛市1万点的星空，落款是同泰基金。这个有公募已经看到了1万点，你申万宏源看到沪指是8000点，那我看到1万点，同泰基金。不过遗憾的是，这个同泰基金规模不大，好像一共就70亿的一个规模，基金经理只有6个人，是一家个人系公募，也就是一个比一个疯狂啊！你方唱罢我登场，你说4000点，我笑了笑，至少8000点。你说8000点，人家喊1万点，你喊1万点，人家喊再不上车后悔30年。你看是不是气氛已经上来了？3600点还没有突破，
虽然这个4个月涨了600点，但是大家已经不约而同的飞起来了。很多网友、很多粉丝纷纷表示要辞职炒股。既然大牛市来了，既然现在不炒，30年后都要后悔。人生有几个30年？说深圳的商 K 那些从业人员也不干了，纷纷也要辞职炒股。面对这一情况，连李大霄都看不下去了。著名的牛市坚定的看多这个牛市各种底的奠基人李大霄，此时面对这种情况，忧心忡忡。7月27日，李大霄表示，万点论重出江湖，不是8000点，是万点论，这个有点激进了。说现在才3600点就提万点论，我们看到历史上6124的时候提过，5178的时候提过，那也没有这么离谱。3600就开始提万点论，过分了。这是第一个，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并且李大霄还非常贴心的劝这个网友不能辞职炒股，这是铁律，是绝对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大霄还说，万万不可退学炒股。有的上学的学生觉得，反正上完学之后也找不到工作，现在行情这么好，还不如退学炒股，把钱交给学校，啥也学不着，拿个文凭也没用，拿学费去炒股，这不挺好的吗？反正是牛市，现在不买后悔30年。李大霄还说，投资者应先完成学业和工作，再用余钱投资好股票，做长期主义者。也就是说，被很多网友认为是大忽悠的李大霄，面对这个场景都有点含糊，都劝大家不要辞职，千万不能辞职炒股，千万不能退学炒股，千万要用自己的余钱去炒股。天天唱多的人，他居然他的结论跟我是一样，我不太清楚他这个唱多是怎么唱的，到底是什么个意思啊？这我的结论也是，就不要去炒股，别指着你什么全职炒股实现财务自由，不要有这想法。如果你真的你是把炒股当消费，拿个3-5万，你说这钱我不要了，我就要刺激一下，那你可以，你是消费。李大霄天天在这唱多，各种底，婴儿底，什么底，现在叫什么牛，上岸牛，什么回头牛，反正这叫牛。既然是牛市，为什么又劝别人不要退学炒股，不要辞职炒股，要拿余钱，你余钱去炒股，而且要做什么长期主义者？非常矛盾，你一边高喊着牛市，一边又劝大家不要去炒。你想，如果是牛市，我能赚钱，那我为什么不往里多投入？既然是赚钱，那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啊，这个没毛病。我为什么拿余钱去炒？现在你告诉我是牛市，那我应该是梭哈，我应该加杠杆，借钱炒，大股把它一借啊，完了这个给银行贷款，你不告诉我牛市吗？既然知道是牛市，要赚钱，为什么又小心翼翼？只把自己余钱拿来投资，余钱就是用不上的，多余的。既然是牛市要赚钱，我为什么还去上班呢？赚那个窝囊费。李大霄不知道，很多看他的这个节目的人，工资也就3000、5000的一个月，那个班还有必要上吗？既然是牛市，我放个30万往里一放，一个涨停我就赚3万，一个月就抓一个涨停就够了，就3万了。你还上那个5000一个月的窝囊那个班干啥？那不是耽误时间吗？影响心情，影响操作。所以说，李大霄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也知道，他一面喊牛市，他也知道不能真的劝人去拿钱去炒，那就是害人不浅了。喊牛市是他的工作需要，是对吧？靠这个吸引粉丝，搞流量，但是不能真的让人去炒，真炒真赔钱。真赔钱都真要找他，到时候真跳楼，李大霄恐怕也于心不忍呐，内心会感到恐慌啊。既然是牛市要涨到1万点、14000点，为什么不能辞职炒呢？专职炒股，发家致富。我们再看啊，这个国家统计局宣布，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降幅收窄。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降幅较5月份有所收窄，以装备工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行业利润增长较快，企业效益状况呈现以下特点：营业收入保持增长，企业利润降幅收窄，装备制造业营收利润快速增长，支撑作用突出。其中，汽车行业在车企、
促销带动销量快速增长，叠加重点企业投资收益增长等因素作用下，利润增长96.8%，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入推进，锂离子电池制造、生物智能发电、环境监测用仪器、仪表制造利润分别有所增长。这是国家统计局说的，规模以上的工业营业收入增长了，但是利润却在下降，也就是增产不增收。只不过是这个下降的幅度比5月份稍微小了一点，很多企业都是在赔钱，增产不增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如果要说这个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如果胡适真的能反映经济情况，那胡适他怎么可能走牛？这个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还是在下降的。今天我看这个什么机器人股啊、算力股啊又开始活跃，人工智能。凤凰网财经报道说，这个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说马斯克不懂人工智能，就这个意思啊。结果这个私募大佬但斌评论说，这个科大讯飞的刘庆峰董事长说，就像我见过的金融行业的某些人，屁大点本事就牛逼哄哄的不得了，老子天下第一。说谦虚点不行吗？确实，科大讯飞，我也不知道他做什么的，他不管他是做什么的，你质疑马斯克说不懂人工智能，这个怎么说也说不过去。前2天的那个懂车帝搞得横向测评，智能驾驶叫辅助驾驶，国内主流车企36款，这个去全军覆没。人家特斯拉是2款老款的特斯拉，2023款的，完了 FSD 也是老款，还没升级的版本，人家就用这个。他表现居然是最好的。你要说马斯克不懂人工智能，这有点侮辱人家了。马斯克搞的这个 Grok 这个大模型，我觉得他还是不错的。科大讯飞搞了个啥，对吧？上一次嘲笑马斯克的是联想的，这次变成科大讯飞，很有意思。嘲笑马斯克不懂人工智能，你要嘲笑马斯克是私生活混乱，你要嘲笑马斯克不懂政治，你要嘲笑马斯克这个被特朗普耍了。这个还说得过去，独独你要嘲笑马斯克不懂人工智能，这个踢到铁板上了。国内的人工智能，国内的机器人，最后都是炒作啊，一地鸡毛。为什么这么说？首家机器人概念股不是上市，是退市。近日，曾经的工业机器人元老哈工智能正式退市，作为机器人行业内首家退市的机器人企业，此事件引发了行业的广泛关注。早在6月12日晚间，深交所便发布了终止上市决定书，给新 ST 公制，就是000584的资本之路画上了句号。这家曾以有利控股为名的传统企业，在2017年斥资9亿元收购天津福臻工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哈工智能，自此高调转型，跻身工业机器人概念股之列。你看讲故事吗？拿9亿元收购一个项目，就开始包装自己了，变成工业机器人。然而8年后，他却因连续2年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成为 A 股市场首个退市的机器人概念股。哈工智能天天吹自己是机器人的，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套了多少金融消费者。更可怕的是，胡适有多少像哈工智能这样靠讲故事还在胡适待着的？但是这个胡适为什么说他走牛很困难呢？目前不具备走牛的基本条件。我们看看这个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吴晓球在2025年国际货币论坛上的一个讲话，他是关于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中心。大家看视频。那么改革怎么改呢？改革不是一个口号，它有实实在在的重点的。我想呢，改革主要是3点。第一点是要改革中国资本市场的供给端，就这个资产池的供给端你要改。你这样的资产是撑不起那个人民币的国际化的，它撑不起，更撑不起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要求。这个资产池啊，从结构到质量到透明度，它都要改善啊。所以这个供给端要改，包括调整上市公司的结构，提高上市公司的竞争力。这样科创板就有它的重要性，就是一定要让高科技企业和中国资本上要有一个内在的连接，
要改变上市公司的结构，也就是到未来10年，我们再看一下排名前10位的市值的公司，可能就不再是工农中建，或者里面还有，但是可能要越来越多的科技型企业了，一定是这样一个趋势啊，所以这块要改。那么这个供给党呢，除了权益类市场要改啊，这个今天不展开，还有一个债券市场。吴小球的意思是要改革资本市场的供给端，也就是咱们这5000多家这个上市公司得有多少应该马上给它清出去，要吸纳更多的新的上市公司进来啊！这些新的上市公司里面要产生大量的科技公司，它真的要带来收益，而且整个的在新的上市公司啊要透明化，融资也要透明化，监管也要透明化，就不能再有做假账，什么操控股价、欺诈上市，什么讲故事、圈钱，随便收一个项目就说我是算力股，明明它就是个钢铁企业，他把厂房里面放几台服务器，完了我就是算力股，问你们喜不喜欢？明明是个炒菜的厨子，他非要说自己是搞大数据的，就问你喜不喜欢，对吧？一个这么大的资本市场，居然打头的最赚钱的是银行，这个恐怕全球资本市场非常罕见的，40多只银行股，它的利润就占5000多家上市公司，就占了将近一半，40%。你这5000多家上市公司到底在干啥？都不能产生利润，那妥妥的就是叫零和博弈。金融消费者一定要记住了，我们这里面很多人是不能赔钱的，比如说国家队，你比如说社保基金，你比如说保险机构，这钱他们不能赔钱，他们一赔钱问题更大。所以你看，在一个零和博弈这么一个环境里面，有一些人他还必须要赚钱，那你想想，那谁赔钱？那只能是金融消费者啊，你来付钱。至于有的金融消费者成了漏网之鱼，他今年好像没赔钱，甚至有的还赚了点钱，你不要高兴，你只要继续在这里玩，你最终还是要交钱的。这里面就包括胡一金老师，迟早是要交钱，他退休金理论上啊也有他自己一份贡献。作为零和博弈，胡一金老师退休金已经比别人拿得多了，完了之后他在股市还要多拿，那这谁受得了？我看网友已经评出来这中原4大才子，说这个生有释永信，文有胡锡进，武有马保国，商有许家印。这个是网友恶搞的，居然把胡锡进跟他们相提并论了。中原4大才子，这2天最热的恐怕就是释永信终于落马。我刚才看佛教协会已经把释永信的肚底好像和尚的资格都已经去掉了，处理不过夜，看着这一次是彻底倒台。怎么看怎么不像一个普通的钱色出的问题。这个胡锡进老师他也写了评论，但是他这个评论通篇看来都是从释永信从权色利益这一块说，信仰与利益的边界何在？商业反哺文化保护如拿宗教做诱饵进行的商业逐利的边界又在哪里？随后法律的边界在哪里？毫无疑问，人们不愿意看到一个寺庙乃至一位寺庙方丈打着弘扬佛法的旗号大肆赚钱。这当中一些违法的质疑是正当的。释永信遭到争议是非常深刻的，他巩固了少林寺第一名刹的地位，推动了少林寺文化向世界输出，但他也挑战了佛教信仰的内涵，将少林文化与资本绑在了一起，不仅随波逐流，而且做法大胆突出。最后胡锡进老师也说，释永信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挖掘了少林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丰富能量，但由于他个人在红尘的种种诱惑中心计摇动，私欲膨胀，他制造的争议与他实现的开拓几乎一样多，而且在最终结论得出之前，他就自己先栽倒了。我在想，布鞋首富试图把很多财富搞到美国去，当然这中间最后有没有成功，中间有曲折。他布鞋首富他本人也有美国的绿卡，他女儿宗馥莉也有，但是后来又取消了，这中间反正很曲折。那至少说明布鞋首富他想过要移民美国，后来据说美国的遗产税高，这个什么所得税高啊，就交的税特别高，所以他一算不合算，亏得很。我的意思是他动过
到美国的心。就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这些有钱人，他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他要去美帝那个腐朽没落的地方，日益没落啊，走下坡路的这么一个国家去。那这个少林寺的大和尚，他为什么也有这个想法？包括他见不该见的人，你不能不说他恐怕有想法，也就是他打心眼里是想离开这个地方。我觉得作为吃瓜群众，我们要看到这一层。我们要通过纷纷扰扰的这些表象，又是宫斗剧，又是家庭财产这豪门恩怨，又是佛门的这种香艳的这些故事的佛门经历的这种儿女情长，这些都是表象。深层次的，我估计胡锡进老师恐怕也想不到这一点。作为中原四大才子，他所看到的还是贪污与腐败，对吧？就是胡锡进老师他现在想不到鸟儿为什么害怕，人人没有安全感，是吧？钱越多，本领越大的。光环越大的，他的安全感更低。当然了，这个一切也不是他违法犯罪这个的理由，犯法了归犯法。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